喺呢個周街都係女神嘅年代，可能大家忘記咗，其實女神都係人，一樣有感情煩惱噶。新聞笑話是非多，嘉怡被指累許芳輝分居。嗱，好似被網民視為女神嘅嘉怡 BB 咁，曾經孭重飛做足早午晚3個時段嘅新聞主播，不過其後就被踢爆，搭上有婦之夫嘅拍檔，兩個被影到喺車上親昵。男方仲去過嘉怡 BB 香龜，斷罪1粒鐘斷正，之後兩個人仲被下令休假2星期。許芳輝最後就辭咗職，仲有指佢同老婆分埋居添啊！女神啊嘛，就梗係當然有得留低啦。直到最近嘉怡 BB 先正式離開 TVB。除咗嘉怡 BB， 外表清純嘅無線前女主播林燕玲，09年就被影到同已婚嘅會計界萬人去酒店密會啊！就算唔係小三，無線新聞部嘅小花們都一樣是非多多噶。好似智盈 BB 呢滴眼淚，就有指係因為工作問題俾上司張文彩施壓，委屈落淚嘅。日前大台主播林小珍都加入是非團，疑似數臭周嘉怡啊！